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15題嘅選擇題啊。在聲波中，咁啊間低先啊，聲波咧係一個中波嚟嘅，OK，咁啊就係即係咧佢嘅行進方向同埋佢嘅震動方向係互相平衡嘅。咁啊，於某一瞬間咧，空氣粒子咧相距平衡位置嘅位移跟距離嘅變化，如圖所示。原咧聲波傳播方向咧，我哋當咗佢嘅位移咧取向傳播方向為正，即係切咧向右咧就係正嘅。OK， 切向右為正嘅。好啦，以下邊一個敘述係正確咧？咁樣咁啊，呢一個咧，如果用位移距離關係圖嘅邏輯去分析咧，其實咧就好似影咗相咁樣。OK， 好似影咗一張相咁樣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影咗相咧，我哋係必須要有啲注解咧，先至可以睇得明㗎。咁而家咧人哋就話咗俾你聽個注解係咩啊？就係波，我哋而家用向緊右行嘅，呢個波動係向緊右行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以下落嚟究竟邊一句係正確嘅咧 ？A 嗰度，在 P 嘅空氣粒子咧為瞬時靜止，咁佢就話啦，咦呢一點咧係瞬時靜止喎，咁樣，咁呢一個係當然係錯㗎啦。點解啊？因為咧，如果嗰啲係粒子咧，應該係距離佢最大位移嘅呢一啲點咧，佢先至係瞬時靜止嘅位置。距離佢最大嘅位移，即係話佢而家一個譬如行到最遠嘅叫做正嘅 ，OK， 翻嚟嘅叫做負嘅 ，OK， 咁嘅時候咧，你先至由正去正至負啦，就必須要通過零呢點㗎嘛，咁所以咧先至會出現所謂嘅瞬時靜止嘅。調翻轉嘅概念啦，就係由負至到正嘅，咁亦都係穿過個零嘅時候咧，先至會出現瞬時靜止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個係答案係錯嘅。反之亦然咧，其實 P 呢一點咧，佢嘅速度咧係最大嘅，OK， 最大嘅，因為啱啱正咧喺中間嚟講咧，其實咧佢嘅速度係最大嘅，成咗字 OK。好啦，咁跟住之後 B 咯，B 在 Q 出現咧一個疏步嘅，咁疏步咧就要同學仔要留心啦。哦，而家 Q 點係咪出現疏步咧？點樣知道佢呢一個點係咪出現疏步咧？好簡單，就係佢嘅右手邊，佢嘅粒子嘅右手邊，即係譬如呢啲啦嘅粒子，我假設呢個粒子叫 A 咁樣啦，呢個粒子叫 B 咁樣啦。咁同學留意啦，咁而家 A 嗰個粒子咧，好明顯喺佢右手邊，右邊係有正嘅位移嘅。OK， 右邊係有正嘅位移。咦，咁即係話佢嗰啲嘅粒子本身阿 Q 咧，佢嘅右手邊嘅粒子咧係行緊正嘅方向嘅喐動嘅，咁亦即係話離開緊呢一個粒子㗎啦喎，即係譬如呢個粒子 A 啦，我哋定義咗粒子 A 啦，佢係行佢自己本身係向緊右行，而佢又正在咧係向緊右行嘅，距離佢自己嘅原先呢個位置咧係向緊右行嘅。好啦，咁調翻轉啦，咦阿 Sir 呢一度嘅 B 呢個粒子又如何啊 ？B 咧，因為喺阿 Q 嘅左手邊嘅 ，OK， 咁佢而家向緊負嗰邊去行 ，OK， 向緊負嗰邊去行，亦即係話向緊左手邊去行，咁亦即係話咧，佢而家咧都係同 A 一樣係離開緊佢嘅。離開緊阿 Q 嗰個重心人物嗰個粒子嘅，所以咧我哋就會發現咧，佢其實就係一個疏步嚟嘅。OK， 右手邊正嘅位移係行緊正嘅，左邊嘅粒子
係喺負嗰邊，係位移行緊負嘅。OK， 咁我哋就判斷佢呢一個係一個疏步啦。OK， 呢一個係一個疏步。好，咁咧再繼續咯喎，所以呢一點係正確的。好，咁啊再睇埋咧 C 嗰度啦，咁啊在 R 出現一個密步喎，咁 R 都係嗰句啦。如果 R 咁，我諗佢嘅意思就係呢一點啦，即係落到嚟呢一個位置啦。咁 R 亦都係一樣啦，喺 A 嗰度都提咗啦。R 其實係順時靜止嘅。好 ，R 在空氣嘅粒子以最大嘅速率運動，咁呢個其實亦都係表達緊同樣嘅嘢啦。咁亦都係話最大嘅速率運動，咁亦都係唔啱嘅。OK， 咁所以咧答案就淨係得 B 係啱噶啦。好，呢一題咧揀 B 嘅同學仔咧總共有58%。好，希望你都選擇正確嘅答案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